哎呀，哇，唔該。均衡嘅參與性，為香港民主長遠發展打下咗堅實基礎，社會亦都建立咗更加正面同埋優質嘅選舉文化。林啟康話：近年社會都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希望今次選舉不論係私營機構、組織同埋企業，都應該你哋積極鼓勵你哋嘅下員工擁有本啊，到嗰度一齊可行嘅投票權利。呢個唔單止係你哋答到已經好好啦，唉。大圍你根本就冇人答㗎啦，唔係啊，我返學搭呢架最快過啲巴士。雖然電台記者出報道，立法會舉行今屆會期最後一次會議，主席梁君彥發表臨別感言，話係準備好出，我今屆議會最難為內鬥內部失去嘅時間，相信將來立法會喺新時代嘅香港一定點已經宣布就選舉嘅健康發言時候寄語議員一定要打好基礎去收集意見。今屆會期最後一次會議完成辯論告別議案，但內會主席李慧瓊早前基於選舉公平正當嘅原因撤回動議。有議員就趁最後一項議程討論推動鄉郊旅遊嘅議員議案嘅時候發表感言。經民聯林健鋒形容最後一次發言係點滴在心頭，又話做議員一定要打好年嘅議員工作中憲政回歸、拉布、佔中同埋黑暴等，亦都憲政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希望其他議員喺唔同崗位為香港法官發言。代主席李慧瓊繼續提醒，議員發言嘅時候要最先係推動鄉郊旅遊。主席梁君彥喺會議結束之前發表心底話，提到今屆議會追翻因為內鬥同埋內耗失去嘅時間，將來立法會喺新時代之下一定冇問題。議員行事要無私，要以國家同埋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積極去建言獻策，好好履行立法會嘅憲制職能，同特區政府同心同行，令香港獨特優勢更光更亮。我唔敢講今屆立法會嘅表現係盡善盡美，但係我肯定可以講，大家都係盡心盡力。至於近日成為傳媒追訪對象嘅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就話：議員完成咗。而喺朝早大會復會之前，88名議員為即將離任嘅梁君彥準備心意卡。自由黨邵家輝形容今朝議員參與早餐會嘅氣氛十分好，形容係並且計劃派3人參選勞工界。自由黨就會派出5人參選，黨主席邵家輝連擊半年中，飲食界將會人就交棒澳美南區區議員梁俊。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星期5展開，各政黨陸續公布參選名單，其中工聯會下晝公布16人名單，全部出過現任議員或競選連任，港島東人秋北、九龍東鄧家彪、新界西南鄭永欣會喺原區爭取連任，選委界陸頌雄轉跑去選新界西北，唔該晒。新界東選前港島區。